来看食食的问题，南北的食食的习惯真正无共款。依照一个外送平台统计上新的调查数字，发现讲南部的热狗，也是咧美国烟前是排第1名。有一种北部人感觉特殊食法，即款热狗蛋，也是美国烟前卵煎过了，再个淋一寡即个卵皮，搁淋一寡感觉蜜像布丁共款的，安尼真又真软，这是南部人真爱的气味。另外包括即个意面啦、肉酥面，加稳重的美食肉豆。 拢总有上饭。真的真的，到伫咧汉堡内底，伫咧南部的热狗，有一种做法。摕落油点解煎，伫咧边仔煎顶，搁卡一粒卵，随变做卵皮，刷咧到热狗。这伫咧南台湾，真侪人爱食这味，因为很好吃，有番茄酱。热狗蛋是你排名第一的选择。 这两到热狗的料理，强强要是南部每一间早餐店基本的传统。啊，正做主角的热狗，嘛是外送平台公布的统计内底，南部卖了上好，搁一粒一的美食料理。啊，第2名就是伊。早餐，然后直接吃锅烧面，南部人必吃锅烧面。应用的意面浸伫咧汤头内底，会当食到菜色甘甜含海鲜的滋味。你可能感觉啊，这毋就是一碗海鲜意面？也毋过伫咧南部，伊是真有魅力的。 为早顿到宵夜，世界都真侪人伫咧买。其实我们是早餐吃锅烧面比较多因为就觉得早上想吃热热的东西啊，像麦当劳，然后不然就是锅烧面，然后或是卤肉饭之类的。中餐就是会比较习惯会去吃这些东西，因为有汤啊，或是面啊，对啊，吃起来就还蛮舒服的。 啊，那春礼拜有着顶的，有肉燥饭、茶泡面、含鸭肉饭，搁有这种细条仔外形就亲像细条烟肠，也毋过伊是用鸡肉落去做的，口感食起来真特别。台湾的好食点心，毛大家看到南北食食的关系，真正是精彩真多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